交通消息，赶紧要来关心台铁伫今仔日翻点起，互大家当订今年中秋节廉价的火车票。统计到下晡9点，拢总互人订242337张票。伫咧东部线的部分，咱看到台北往回花莲台东自强号，嘛已经互人订甲无剩。咱做伙来听台铁上新的讲法。台铁局在29号的零时开放中秋连续假期的订票。那我们统计到。早上9点为止，我们成功订票的笔数是15万余笔，成功订票的张数达到24万余张。那订票的过程很顺畅。那我们这个29日订票，2天之内请订到票的旅客一定要去完成取票。如果没有订到票的旅客，我们在31号的早上9点。会将剩余车票重新释放，让民众来预订。那订票的结果，我们在台北往花莲、台东及台北往台中、高雄的方向，12日中午以后13日整天，大概长途列车的座位都已经销售完毕。那回程的部分，我们在收假日15号当天的长途票也销售完毕。那其余的座位都还有剩余，那欢迎民众继续，如果有需要，可以在网上再续订。第1分钟订多少？我们看那个订票的过程那在第1分钟的时候是有比较大量的订票的那个笔数进来，但是我们是观察，因为我们现在在4代订票系统，我们过程还有启动。智慧配位的模式我们正确的数字是在20分钟啦。那20分钟的数字跟大家说明一下，20分钟我们统计总共完成93400余笔，那完成的笔数张数是15万张，那跟我们端午节来比，还比端午节略微增加。是，那可以另外说明就是关于花东地区民众订票上面的权益。那特别再提醒一下，我们在29号开放的是全体所有的民众都可以凭身份证来订票。那我们在30日的零时会开放实名制的订票。那这一次实名制的订票特别将UV 开头的证号的一等亲的家人也可以一起到这实名制的订票，所以我们欢迎。UV 开头及身份证 UV 开头及他的一等亲的亲属，可以利用30号零时，我们还有4趟的实名制列车开放预订欢迎花东的居民多加利用。那有民众反映说，网页版就是比较当机，那 APP 反而是跑得比较顺畅。其实是这个来源到我们订票系统是一致的啦，那可能是网页版比较多人在使用，那 APP。比较少人同时进来的那个量其实是比例有差。那实际上我们去看订票的过程，其实在第1分钟就是大家比较塞，其实1分钟过后，3分钟、5分钟、10分钟到20分钟，我刚刚跟大家报告的数字，其实随时随地都有人成功的订票，所以运作的过程其实是顺畅的。第2次用智慧第4代订票是，对。第1次就是端午，所以刚刚跟大家报告端午节的数字，等一下可以再特别提供给大家。那实际上正确的运作的过程的数字，实际上20分钟才是比较明确因为过程还有一些配位的过程，所以这其实过程都是非常顺畅的。